各位朋友，歡迎又嚟到合眾連環。今日咧，我哋係繼續討論我哋香港而家嘅最大嘅事情，就係制定5年規劃。政府咧就提出一份諮詢文件，就俾2個月時間俾香港政府市民大眾咧去提意見。我哋咧就幫基哥咧就好熱心呢件事情，就希望咧即係香港政府咧能夠做好呢件事情，能夠做一份使我哋全港市民都滿意、中央又滿意嘅咁樣一份文件。咁啊，所以咧今日我哋基哥咧又繼續將我哋對呢個問題嘅一啲睇法咧分享俾大家。基哥，你有咩講啊？基本上咧，當然我哋民生嘅嘢咧就係市民最重要嘅，同埋講得唔好聽，我即係呢40年嚟啊，都喺民生裏面咧係即係做工作。咁當然你問我就係一定係重視即係民生嘅嘢啦。咁所謂民生嘅嘢包括啲房屋啊、醫療啊、教育啊、社會福利同埋勞工。咁我哋係咪喺呢幾個題目之中揾1-2個題目係重點式咁樣去討論一下？係，所以咧就係民生咧，其實真係偉大嘅。咁你實際上呢個，我覺得國家主席習近平佢執政以嚟咧，佢有個非常重要嘅思想，係值得我哋香港政府去認真諗嘅。佢話人民嚮往嘅美好生活，就係佢幫呢個執政團隊嘅奮鬥嘅目標。即係做咩嘢咧，都係為咗人民。咁咧，而且咧，佢哋做規劃咧係有具體指標嘅。譬如講，習近平做一樣嘢咧，係全國人民都拍手嘅就咁啊。扶貧嘅標準咧係定得好細嘅，即係話你扶貧，即係話你使你個貧困人口，佢係完全可以靠自己去獨立生活，唔使依靠補助，而且係自己係可以靠自己雙手去獨立生活，咁啊叫做脫貧。咁其中咧，佢脫貧嘅過程咧係教呢啲貧苦嘅人民咧，佢有謀生嘅能力、謀生嘅工具，即係話授之以漁。啊，唔係俾條魚你，係教你去點樣去捉魚。咁啊，所以咧，我覺得我哋未來我哋香港去定呢個規劃咧，真係都要認認真真吸取一下呢個內地嘅經驗啊，甚至都要吸取我哋隔離澳門嘅經驗。澳門咧，佢定5年規劃咧，佢而家係第3份啦，佢係有具體指標嘅。其實一個具體一個指標咧，真係唔怕重複，佢要，我覺得真係要大家要去諗一諗嘅。澳門大家都要佢係靠賭食飯噶嘛，原來賭嘅佔嘅 GDP 係遠遠就係差唔多成個澳門經濟嘅主要部分嘛。咁佢嘅5年規劃咧，就係按照中央嘅指示，係要多元化發展，要將賭場嘅收入佔 GDP 嘅比重咧，要不斷降低。啊，佢甚至佢哋定出嘅指標咧，要降到40%以下。咁啊，係佢有佢哋嘅奮鬥目標啦。我哋香港點樣奮鬥咧？我哋點樣去改善民生咧？真係聽下基哥講啦。嗱，我想講房屋先啦。過往咧，所謂房屋咧，一路咧即係強調嗰個10年建屋計劃。一路咧就係所謂10年建屋計劃，係講居屋同埋出租嘅公屋啦。咁私樓咧只係定一個大概嘅數字啊，個比例咁。咁所以咧，你睇到10年建屋計劃咧，又好強調嗰個數字嘅。咁呢個數字咧，咁林鄭2022年佢落任嗰時咧，就講咗佢睇到嘅跟住嗰10年，而跟住嗰10年咧，就頭嗰5年咧唔夠屋嘅，平均每年咧得15000個公屋加居屋。咁咧就大概1萬個咧私人樓宇，咁都係2萬幾唔夠3萬。但係佢其實嗰個10年建屋計劃咧，計到條數出嚟咧，係需要每年咧大概有3萬個出租公屋及居屋，咁係咪爭成一半啊？咁所以變咗咧，佢只係睇到話咧，俾我哋聽咧，就由27年，即係啱啱啊李家超特首咧，佢到任嗰年先至開始增加，即係由15000咧係增加到咧由第6年到第10年咧，去到總數啊就30萬。即係換一句話咧，如果你頭嗰5年每年15000咧，即係話頭嗰5年你只係起大概係75000個單位，去到30萬咧就仲有22萬喎，22萬就喺第6年到第10年出現，即係平均咧第6年開始咧每年有4萬個公屋加居屋。嗱，即係如果呢個數字咧就係所謂房屋嘅計劃嘅規劃，但係而家去到呢個地步，真係到時第6年開始，好似2位特首都講啦，即係啲房屋嘅湧到咁出嚟啦。咁我哋呢時嘅問題啦，你要討論究竟嗰個比例係點咧？公屋同居屋比例呢個就係我哋要規劃嘅嘢，但係喺而家佢嗰個規劃嘅諮詢文件裏面咧，係完全冇提嘅，只係話咧解決咗個劏房問題，會興建多咗嘅房屋，同埋咧就會加快將來嗰個土地啊同埋嗰個舊嘅私樓重建。呢個係俾唔到個規劃，我睇到咧未來房屋嘅發展方向係點啊？係咪私樓多啲咧？係咪居屋最多咧？係咪出租公可以少啲咧？咁呢個規劃係應該有個方向性，然後跟住可以讓我哋去討論。咁第二個就係話，而家話冇咗劏房啦，咁冇咗劏房之後，
而一個過程啊，而家佢就俾咗個時間表嘅原本以前，咁但係呢個時間表執行嘅進度係點樣確保真係有一日佢完全咧消滅咗劏房咧咁，所以呢啲咪要講咯。咁譬如話你嗰個住屋嘅面積有個數字啊，就係公屋平均每一個人嘅住嘅面積咧係124尺，咁我哋一路都講緊，喂，太細啦，太細啦！我哋同新加坡比，新加坡係300幾尺一個人，我話要一下追到新加坡咧，起碼5年之內我哋要追多啲咧，咁譬如由124去到200咧，去到240咧，咁得唔得咧？咁如果你有呢個多咗咁多嘅房屋嘅時候，你係咪可以有呢啲咁嘅部署？咁規劃裏面係咪俾我哋感覺到將來200年好快脆到啫嘛？2年後已經係200年，就係4萬間屋出嚟啦。咁我哋咪可以有呢啲規劃咯。但係呢個諮詢文件完全俾唔到我睇到，究竟房屋對每一個香港人嘅居住，特別基層嘅人士，可以點到俾到我個幸福感覺咧？咁我覺得呢個規劃就欠唔到呢個方向。呢個咧規劃咧，我諗佢將來咧一定要有一個具體嘅一個指標。就算你唔係約束性指標，唔係話你夾硬一定要做到嘅，你都有一個指導性嘅指標，即係話有個方向，起碼我有個方向嘅。唔係嘅話咧，咁啊即係等於冇規劃。即係等於冇規劃一樣，即係佢又係話我起多啲，咁你阿巴知道話要起多啲啦。問題係你點樣起？你個地從何處來？房屋喺何處來？你要起咗到底幾多？你計翻條數，未來嘅需求起多，能夠你又起到幾多？咁呢個咁呢次咧，其實咧我睇翻呢次諮詢文件咧，咁上一次我哋講到，就係唯一有個指標咧，就係北部都會區話要起7萬間屋。北部都會區起7萬間屋咧，其實又帶出另外一個問題。咁啊，亦有人我又聽到，亦有人批評話，以前咧就話要搞數碼港，即係啱啱我哋一回歸之初就話要搞數碼港，最後咧數碼港咧即係又變成咗一個住宅項目，一個房屋項目，住宅完全係房屋。咁你而家北部都會區啦，咁啊咁大嘅決心，政府下咗咁大嘅決心，中央又下咗咁大嘅決心，夏寶龍主任其實已經係幾次嚟視察㗎啦，啱啱又視察完，咁啊專門去睇，咁啊希望快啲能夠搞上去。咁呢個過程中7萬個單位，起7萬單位夠唔夠？係咪合適？係咪將來咧北部都會區咧係咪又要將一個重要嘅發展方向又變咗係房屋咧？我覺得而家即係按我自己而家嘅觀察，北部都會區最可以做嘅其實係2件嘢，一個咧就係大學城，啱啱就大家睇到啦，我哋香港嘅大學嘅排名呢個成10幾間係百大之內，世界嘅排名係好前嘅。香港嘅教育咧係有發展嘅，但係你香港嘅大學，你嘅校舍特別係學生嘅宿舍，你係冇嘅。咁你將來一個大學城可能係北都發展嘅重要方向，呢個可能係就係做得成嘅。咁另外咧，可能就係房屋啦，因為香港始終你個房屋係唔夠噶嘛。咁你喺北都起多啲房，其實我都唔反對嘅。起多啲房屋咪大家住好啲，住大啲咯。咁呢個始終都係一個好事啊，一個好嘅方向。但係如果你話搞創科咧，係咪真係有咁多嘅呢個科技公司嚟投資咧？即係人哋喺深圳河嗰邊去投資，係咪平過你喺香港呢度投資咧？人哋嘅人才啊、資金啊、項目啊、市場啊，全部都比你香港成熟。咁你香港搞呢度，咁啊當然啦，喺理論上講嚟方向係好嘅。咁但係你係咪要10幾年、20年先收到效果咧？其實呢個我覺得係真係要諗嘅喎。我哋同意咧，就係創科咧，我哋本身咧香港人咧係有啲好專項咧係發展得好好嘅。譬如我哋睇好多啲出去比賽啊，我哋都攞冠軍啊咁。咁你係將變成一個點去整成一個面，整成個區咁大嘅話咧，我哋香港咧係夠唔夠呢個所謂人才啦？夠唔夠咁多嘅項目俾我哋去即係鋪排一個咁大嘅區啦？同埋可唔可以成為一個係甚至9+2咧？即係個創科上面一個領導地位。我最近啊，香港我哋同你都去過光明區啊，即係佢哋都好已經好新嘅發展嘅科技喺度擺咗喺度添啊！我哋由香港去到佢嗰度都可能有一段時間。即係基哥，我都想講翻多句，光明區啊，而家加埋呢個東莞嘅華為嗰個松山湖啊，係全國4大創新科技中心啊，真係好犀利啊！係啊，所以即係嗱，如果你問我嗰啲中心會唔會移嚟香港咧咁，因為你香港人工又貴，地又貴，我就做得幾好，而家又有足夠嘅地俾我，咁我點解要搬過嚟咧？咁我係咪整間分公司過嚟，又整多另外一個廠喺香港咧？呢個係變咗係好多呢啲問題你要面對嘅。咁我哋覺得反而咧就係話，係咪我哋要選擇一啲係我哋係香港人嘅強項，而我一篤落去咧就已經有效果出嚟㗎啦。咁咧就甚至3年
我起碼有個成績俾大家睇到啊咁樣。咁我覺得你要係將嗰啲變成嗰啲所謂即係硬目標啊，硬嘅要排優先啊，一二三睇即係每年嘅進度啊，你要俾到數據人哋睇到先啱。嗱，其次一個譬如我要舉例嘅勞工嘅問題啊，即係呢度有講，但係嗰啲勞工問題咧，佢咁好簡單嘅，其實幾個民生問題咧，每一個問題都唔夠100零個字、100個字到嘅啫。佢勞工問題就集中講咩咧？就係得3段嘅，加埋將你唔夠100個字。佢有一個就係優化呢一個嘅就業服務，做好呢一個嘅勞工嘅保障同埋權益。第三咧就係因應社會嘅高齡化咧，係將個人力變化咧，去完善呢一個嘅勞工嘅安排。喂，呢啲太籠統啦！即係我哋倒翻轉頭，如果從勞工嘅問題就話，其實成香港社會都轉型緊，即係越嚟越譬如我以前打工嘅，做酒店嘅，做酒樓嘅，做打工嗰啲基層嘅，喂，而家越嚟越都酒樓都唔知執咗幾多啦。以前咧大酒樓嘅一間酒樓咧可以50圍60圍，而家唔興嘅喎，即係20-30圍咁嘅一間嘅喎。咁根本以前一間酒樓就係3個大廚、4個大廚，而家1個大廚、2個大廚已經嫌多啦。咁你講呢個變化之後，我走出嚟之後，我呢啲勞工可以做啲咩？一個轉型面對嘅問題，政府有冇提供一個規劃俾我，可以讓我哋可以呢啲勞工去到邊度啊？咁呢啲係完全唔提啊！即係我覺得會將啲勞工問題成為我哋嘅規劃目標、規劃重點，去改變到而家嗰啲勞工面對嘅情況。而家個情況就係話，香港成日講緊 GDP 上緊啦，執10間酒樓就開翻20間，個樣都唔同咗。10間酒樓咧真係間間50-60圍嘅擺，而家20間酒樓咧間間擺10圍8圍，你俾個數，廚師都唔知炒咗幾多個啦，係咪？咁所以我就會覺得係面對呢啲問題咧，你個規劃要俾啲勞工有個安心，即係面對而家嘅變化咧，即係我哋能夠生活到，我哋能夠唔需要靠綜援啊，我哋自己真係有雙手啊嘛。基哥話講到勞工問題咧，其實我都要轉告一下一啲北京嘅學者嘅意見啊。北京嘅學者咧就講咧，而家內地咧係要一個叫做全國化嘅市場，即係希望咧就係勞動生產要素咧係不受阻礙嘅流通，即係話呢個深圳需要勞工啦，需要勞動力啦，咁你嘅湖南啊、你個武漢啊嗰啲人咧，係可以俾佢去深圳去打工嘅，係不受阻礙嘅。但係我哋香港而家其實咧，我哋係勞動要素咧係受阻礙嘅。即係嗱，我哋成日嘈，我哋香港勞工唔夠，但係咧你又唔能夠話大量咁輸入勞工，你又怕拉低咗香港嘅勞工嘅價值、勞動力嘅價值，你又怕降低呢個工人嘅收入，所以咧呢個係一個矛盾嚟嘅。咁啊，將來點樣喺呢方面咧尋求一個平衡咧？其實我覺得呢個5年規劃咧都係應該考慮嘅。咁其實講到咧，即係而家呢一個大嘅原則，即係我哋香港發展咧要對接國家，對接大灣區，互相去補。我又覺得而家咧好似有一個非常錯誤嘅觀念，就覺得咧香港要融入國家發展咧，就係國家做乜嘢，大陸做乜嘢，我哋香港就做乜嘢。其實呢個咧，我覺得係非常非常之錯嘅。其實係啱啱應該係相反，即係國家做緊嘅，我哋就唔需要去做啦。我哋香港係做翻我哋香港有優勢嘅嘢，咁先叫做融入嘛。咁融入咧就係話我哋嘅勞動要素，我哋嘅交通，我哋車輛，我哋人員嘅流動，最重要就係我哋先講到勞動力嘅流動。內地高才通佢可以南下，但係一般嘅勞動力係咪可以南下咧？咁你又係一個問題啦。所以嚟講咧，真係要對於融入呢個國家發展咧，我哋一定要係唔好去錯誤咁理解。人哋華為高科技，你香港你拍馬，你30年40年你都做唔到啦，你冇可能做到噶嘛嗰啲嘢。係啦，基哥你睇點睇啦？但係你頭先講嗰個真係一個趨勢嚟嘅，總之係由上而下咁樣跟添。因為我睇翻呢年幾嗰個立法會嘅辯論咧，以前我哋通常講啲就淨係香港人重視嘅嘢，或者我哋香港人關心嘅嘢，或者我哋香港呢樣嗰樣。當然呢個又會太過將自己框死咗，香港變咗係井底之蛙咧咁。啊，倒翻轉頭咧，而家嘅立法會議員嘅辯論咧，習近平主席講過乜乜，中央政府講過乜乜，但係整人哋做過啲乜乜，我哋做啲，跟住就建議我哋又咪要跟你做乜乜乜，完全符合晒頭先你昌哥所講嘅形容。咁呢個變咗呢由立法會議員到議會嘅討論都係咁嘅趨勢，呢個係又係變咗突出唔到咧香港作為一國兩制裏面我哋嘅第二制嗰個精髓啊精華嘅地方啊！即係你本來咧就係要發揮我哋嘅特長嘛，咁先有一國兩制嘛，唔係就冇一國兩制啦。如果一國兩制長期搞落去，就要發揮我哋香港。咁啊講翻啦，我又留意到呢一次咧就係講我哋香港嘅特長就係金融，就香港政府咧喺呢個諮詢文
境都好落力嘅。但我唯一咧就係唔理解嘅咧就係話，原來話要搞黃金交易所喎，國際性嘅黃金交易所，點解呢次諮詢文件就唔提嘅咧？係咪呢個項目就取消咧？即係嗱，我又發現咧佢又冇提呢個北部大嶼山啊嗰個項目啦，即係大嶼山填海嗰度一啲都唔提啦，咁咪即係 miss 咗㗎啦，大概就係冇㗎啦。可能冇咗㗎啦，嗰度冇咗㗎啦，咁但係未來香港嘅地係咪就夠咧？靠北部都會區呢啲本來嘅地，因為北部都會區嘅開發咧係香港係冇增加到土地，大嶼山嘅開發咧係香港係增加土地，一個係存量，一個係增量，所以呢兩個其實都係唔同嘅。我其實原來咧就係想話兩條退早路，即係北部我哋去馬，但係咧我哋又要想辦法去填。要增加香港嘅土地用地，如果你冇地，咁啊大家你想住大啲都冇可能啦。咁而家好啦，黃金交易所係咪又冇咗咧？黃金係咪話香港你冇黃金，你做咩黃金交易所？你冇黃金係咪又等於係冇咗？所以又要請教基哥啦。嗱，理論上咧呢個方向我覺得係正確嘅，因為大家都睇到咧，即係美金仲係要主導成個地球啊，即係各國嘅金融咧已經開始走下坡啦嘛。同埋你呢一屆特朗普嘅政策咧，令人哋對美金係即係產生懷疑啊，同埋冇信心。咁已經開始咧，越嚟越多國家咧係將個儲備咧由美金變成黃金啊。咁所以變咗黃金咧，理論上將來嗰個交易咧一定旺盛過而家唔知幾多倍都唔定嘅。咁所以個問題咧，我哋做開金融嘅，咁做埋黃金應該係順理成章啦。咁個問題就話，響做呢樣嘢之後，我哋有冇個所謂規劃部署去做呢樣嘢咧？還是係我哋冇條件做嘅？但係我就會覺得香港就唔應該冇條件嘅，即係你金融啊、貿易啊嗰啲嘅人才咁多咁強嘅時候咧，我覺得即係要做咧就應該做得到，但係都需要同中央政府配合啦，因為你知道成個全世界嘅金融嘅運作咧，即係我哋要去可以講得唔好聽，就同美國咧即係打崩頭咁去爭咧，咁呢個係要有即係一個策略性嘅部署。當然黃金最重要嘅嘢，我都聽人講過就係我哋需要一個好大嘅地方，你有時要儲實金啊，又要又要安全啊，又要穩陣啊，你先至做到嗰個即係俾世界都望，我擺啲金喺呢度咧係掂啊。以往咧，你哋啲人就擺晒啲金喺美國嘅，而家開始即係法國喺英國都要攞翻走自己啲金，咁所以變咗我就覺得佢哋攞翻走咁，但係個個國家都要整一個黃金嘅中心咧，咁我又覺得未必噶嘛。咁香港喺呢個時間呢個空間去做呢樣嘢咧，我覺得係時間嘅，係應該做。咁啊，時間又過得好快啊！咁我哋咧其實無論如何啦，我哋而家傾呢個香港嘅5年規劃，而家開始諮詢啦。咁我哋傾嘅都係皮毛，但係咧就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咯，就希望呢個討論能夠深入，使我哋香港政府能夠真係攞出一份合格嘅，係香港市民滿意啊，香港政府自己又滿意，尤其係中央又要。最主要咧係能夠指導我哋香港未來發展嘅咁樣一個文件咯。咁我哋今日傾到呢度先，基哥，我哋拜拜。